大家好，我係傾師傅啊。由今日開始咧，我就希望可以每日咧俾一條短片大家去講一講咧。由1966年出世60歲嘅朋友，去到1996年出世嘅朋友30歲，即係30至60歲嘅朋友，我會用每一年啊佢哋出世嘅年份嘅盤咧去睇，話俾佢哋聽咧，今年丙午年你嘅運程係如何啊？咁可能你會問甲子有60個甲子嘅，師傅點解你講30個咁少啊？嗱，原因咧其實就係好簡單嘅，由0歲去到29歲，咁仲係好後生啊。咁啊，太過後生，我覺得就唔係太需要外力去幫助或者預測。你努力面前工作，將來有需要先再用一啲玄學術數去預測一啲事情咧，我覺得比較適合。至於60歲以上嘅朋友仔咧，我就認為係52知天命，62知耳順喎。咁61歲打後嘅，好多時已經知道自己嘅命運如何啦，往後都係點樣生活，大家都心裏邊有數。所以咧，我就會揀喺最壯年呢個30歲到60歲嘅時候，呢個時間咧，每年會同大家講啦。好啦，咁啊開始咧，今年咧而家講緊呢今日咧就會講一個1966年出世丙午年出世，本命年出世60歲嘅朋友。1966年出世，1966年嘅2月4號去到1967年嘅2月4號出世嘅朋友咧，咁佢就係丙午年出世嘅。咁有時咧講清楚啦，咁有時咧立春啊，我哋計立春去轉節氣嘅。立春有陣時喺2月3號，有陣時喺2月4號啊。咁大家可以查翻咧，你如果真係咁啱喺2月3或者2月4號出世咧，你要查翻究竟你係前一年出世啊，定係過咗立春之後出世啦？過咗立春之後即係嗰年嘅本命年啊。好啦，今年咧1966年出世嘅朋友喺2026年嘅運程係如何啦？先講個自身啦，自身上邊咧會有兩個極端嘅。佢諗嘢咧會比較蠱惑比較蠱惑，頭腦靈活嘅，做嘢快手嘅，但係咧有機會今年咧會遇到騙徒，會有漏財，自身宮位有漏財喎。而家唔係講緊財帛宮啊。自身宮位有漏財，有機會遇到騙徒，咁呢個要小心啲啊嚇。好啦，另外咧，今年咧就盡量唔好周圍走嚟走去啦，因為咧有粒9天咧就克住你，尤其咧就去東南方。東南方咧會可能會令到你運程爭少少。另外啊，仲有一個大流財星克住你，自己坐住粒小流財星，跟住咗粒大流財星嚟克住你咧。今年真係要好小心咧，電騙網騙嘅情況啊嚇。好啦，另外仲有一個可能咧，今年會多咗小是非嘅，甚至鬧交嚴重係官非，但係咧我見到似乎就未去到官非嗰個情況嘅，而且今年咧專心嘅程度係比較難專心去處理問題。咁好在係咩咧？今年咧冇乜血光，冇乜大病痛，咁可以放心。但係都要提一提大家，小心銀包唔好攞錢出嚟，即係隨便就用錢啦。尤其是呢2年咧嘅成個世界、成個地球嘅經濟都幾麻麻，所以咧現金咧為王唔好喐佢。好啦，咁如果仲有工作嘅話咧，大部分都工作好後生，60歲。今年嘅工作運咧比較爭少少今年咧就旺上嘅，能力有嘅，但係外間嘅壓力俾你咧都大，所以咧今年嘅工作咧會有多麻煩嘅，處理到，但係要使好多力先可以處理到工作上面嘅問題，而且工作上面咧可能應酬會變多咗嘅同上司嘅關係咧上司唔係好理你嘅，OK 可以嘅上司唔太理你，都唔會俾啲咩麻煩你嘅，還好。咁錢方面咧，人同錢有同宮嘅，本來好事，但係頭先咁講啦。你自己漏財，即係財帛宮鬥漏財，因為一齊嘛，財帛宮有漏財，出邊有粒大流財星有嚟克住，所以今年真係要好小心錢銀上面嘅問題啦。好啦，咁跟住咧去到健康嗰部分啦，健康咧就今年好人去克住件事咁我咁講啦，冇乜病痛，都係傷風感冒啲小問題，咁今年健康嘅。另外感情上邊咧，我就望下先感情今年咧就爭啲，可能會有同伴侶多少拗撬嘅會有，咁多溝通，忍一忍
件事攤凍咗，先再溝通翻。咁都60歲啦，你隔離個伴侶都應該係同你一齊過咗好長時間，大家都知道第一脾性啦。咁所以呢個問題就不大嘅。好啦，暫時咧。我哋又講咗自身事業、財運、感情、健康啦。咁咧，而家呢個版本咧係一個好簡短嘅版本啦，幾分鐘啦。咁其實咧，如果係揾我睇一個度身訂造同你睇一個流年咧，其實大概係半個小時以上嘅。好啦，咁啊，1966年出世嘅朋友咧，大家可以點個讚、關注我，俾個 like 我。如果想知道今年啊專為你而設嘅奇門遁甲布陣咧點樣布咧，幫你趨吉避凶咧，你可以咧喺評論區留言。我想知道點布陣啊！我會揀一啲有緣嘅朋友咧，話俾佢知嚇。好啦，祝大家今年新年咧，新年進步，身體健康，事事順利。